減肥真係女人嘅終身事業。試咗呢包 Ulimac 威勤嘅橄欖液靈丸，先至發覺原來瘦係可以不勞而獲，出動懶人絕招就可以減肚腩。唔止咁，連皮膚都可以抗衰老同埋變靚。有好嘢當然要分享俾大家。你哋睇清楚，我嘅肚腩係比以前細咗好多，唔係 P 圖，唔係角度嘅問題，真係真縮細啊！以前嘅士啤呔就好似個隨身腰包咁纏住我，而家條腰終於翻嚟啦。其實我都試過斷食、戒澱粉質、低糖飲食，呢啲方法聽落去好勁，但係最難就係堅持，減極都唔見效，體脂上上落落就好似玩搖搖咁。但食完 Ulimac 呢款橄欖液靈丸之後，可以睇得到我個肚腩係比以前細，啲褲唔再箍住個肚，舒服晒，唔使靠捱肚餓，唔使戒晒中意食嘅嘢，但又勁有效，先至係我中意食呢款 supplement 嘅原因。就連日日坐喺 office 嘅粉絲吧，人到中年新陳代謝慢到好似熄咗機咁，試完都話啲褲鬆晒。佢有2大天然無藥成分，先至令到我最放心。米糠發酵嘅活性 HMPA 激活基礎代謝，針對肚腩脂肪，臨床證實減腰達到5.2寸。日本菊花嘅萃取就可以抗氧同埋淡紋，抵禦紫外線。粉絲吧食完啲皮膚摸落去都滑咗，有次佢出去行山冇搽防曬，返嚟都冇黑到啊！每日2粒就搞掂瘦身同埋美肌，推薦俾大家。